朋友你好，今仔日是10月12，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庆连假第3天，过道上北的车道多，车流量超过平常时的1.5倍。洪台哈吉贝侵袭日本，造成日本各地做大水，嘛害日本的交通袂顶袂当。2019全球8大绿色旅游地，台湾的台北角和日月潭拢有得奖。国庆连假第3天，过道上北的车道多，上北的车流量是平常时的1.5倍外。高公局就提醒讲，全国道有9个路段常常塞车，建议出发进前爱先查路况。若上塞的所在，也是伫咧国道5号平南到头城这路段，按算上北的车会一路塞到半暝。中昼过了后，国道1号新竹系统出现红色塞车提醒，接近暗头时速一度无到30公里。而国道5号北上路段早起11点时速就降到30公里左右。下晡2点高升在管制了后，依然车真多，头城到平南会较塞。高公局估计，国道5号北上会一路塞到半暝。在国五的部分，拥塞的时段可能会从早上预估从早上11点到晚上的12点哈，那是拥塞时间比较长的部分。那尖峰时段它的旅行时间可能会达到平常的7倍左右。高公局提醒用路人，拜六是连续假期，北回车流上最一天。国道1号的虎尾到保盐系统可能塞到暗时10点，台中系统、新竹系统也是塞车路段。国3、关西到三英车多，第3到中兴爱5倍时间，无风系统会塞到暗时8点。明天最后一天是0至10时哈，延长到10点来暂停收费。那建议在北返的用路人可以利用明天早上0至10时比较离峰的时段来北上。而东部省道部分，苏花路龙在中昼过了后出现北回车流，公路总局估计连续假期最后一天会有大量的北回车流，除了会用护持来调控车流，警察也会支援速度。记者综合报道。国庆4天的连假，单日的旅客量按算会超过13.5万人。不过，因为风台哈吉贝烫去日本，航空公司嘛宣布真侪航班取消，也就是改时间。其中乐达航空桃园飞仙台的班机今仔日临时取消，有不少旅客是人到机场才知影。刚到机场前10分钟发现的，对。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考虑说，看网络操作是要改期，或者是说就直接取消行程这样。风台哈吉贝是一趟去日本，嘛影响真侪国人去日本佚佗的行程。其中乐达航空桃园飞仙台的班机今仔日临时取消，100多名旅客是到机场才知影，敢若会使排队办延期也是取消。若台湾飞去东京、大阪、名古屋的航班，差不多拢取消、提早也是延后起飞。明仔载13嘛是上侪旅客回国的时阵，不管是对日本返来的民众，也是要飞去日本的民众，拢爱加注意上新的气象和航班的资讯。一个上新的消息，日本千叶县日本时间今仔日暗时6点22分，发生规模5.7的地震，当家嘛感受到摇动。除了地震以外，今年第19号风台哈吉贝当咧影响日本静冈和关东地区，造成日本各地是做大水，有民众一个死一个失踪，阁有超过10个人受伤。风台害日本的交通嘛袂顶袂当，明仔载火车和飞轮机可能拢会停驶停飞。若拄则风台已经对日本静冈的伊豆半岛登陆，气象厅嘛呼吁民众着爱赶紧离开危险的区域，先去避难。花莲市上界繁华的金三角商圈，伫咧下晡3点外发生火灾，因为现场有真侪柴起的厝，造成至少6、7间建筑物互火烧去，一直到暗头6点，火还继续在炭。消防人员是拼死要用水控制火势。国庆连假第3天，花莲市金三角的商圈伫咧下晡发生火灾，火是烧了真紧嘛，炭真紧，已经烧3点钟啊。这火是对公园路烧去后壁的中山路，消防局出动31台车、67个人去灌救，加载无人伤亡。有人讲，导火点是伫咧公园路一间已经无得营业的服装店，不过详细原因就要等火拍花，才会当进一步鉴定。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到台南参加嘉年华的启动仪式，伊嘛讲希望选民会使用票来向全世界讲出守护台湾主权的意志。不过前总统陈水扁讲，
进前的民调目前虽然蔡英文是赢韩国瑜真济，不过未来嘛可能会有变数。 18名台南市议员加8名里长，在地各界代表到场欢迎总统蔡文寻求连任。台南校园区中道角牌，蔡文赢地数20多分钟，诉求明年总统大选，用选票守护台湾主权。来用票，我们的投一张票，我们所有的票，用很多的票来告诉全世界人说，台湾人很在意我们的主权，很在意我们的民主自由。 最近真侪民调也显示，蔡文领先对手韩国瑜，不过陈水扁入面册提出，确实明仔选举蔡文一定大赢，不过实际上高选前存在4个变数：第一，泛蓝选民无表态，比例是泛绿2倍；韩国瑜支持度成长空间大。第二，国民党目前也是伫未整合的阶段，确实整合有15%到20%成长空间。第三，选举到尾啊，确实两人差距减少，韩国瑜看好多会起化学变化。 第四，前副总统卢秀莲投入选举，也影响蔡英文的胜败。台南人是上支持咱本土政权的啦，所以咱台南，咱拢总几席，即嘛有几席啊？即嘛有5席，咱是不是台南的5席，我们都全力打？ 这校园会长的郭信良本身也是台南市议会议长，伊强调蔡文要伫台南摕到全国相关票，台南真侪位民意代表也力挺蔡落配，有信心两人若是整合，一定会赢。记者综合报道。 红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要请假开始拍拼走竞选的行程。伊的牵手李嘉芬今仔日规日拢伫咧台中彰化替伊拜票争取支持。韩国瑜阵营是按算这选情伫咧11月中就会出现黄金的交叉。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嘛表示，只要韩国瑜有规划和作为，伊就有信心。 在支持者包围之下，韩国瑜的家后李嘉芬来到台中参加新地会北区竞选总部成立，群众热情画加油，现场四界拢是国旗。而李嘉芬一上台，表明家己就是代表红赛来出征。 我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到处就是能够一一来向各位道谢，所以我今天也特别的来帮国瑜到现场，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对国瑜的支持。 虽然韩国瑜无来，李嘉芬代表规工中部走透透，拜访台中甲支持者博感情，下晡也连续走了中华军乐景的公庙。韩国瑜下晡分头进行，争取上大选民的认同。而韩国瑜即要请假展开竞选行程，只是党内也优待整合。另外，安全挽回马英九甲郭台铭的支持者也是一大课题。不过即阵韩国瑜民调输1成左右。 韩国瑜阵营有信心，10月底民调会又转来拍后边。11月中旬黄金交叉，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是提醒要有规划甲做法。他也要有一些作为，然后按规划往前去迈进。所以你也不要说黄金交叉会在哪一天，大概当事人会比较了解一点。 对着有媒体进行网络票选，结果前台北县长周锡伟被列做副手人选第1名。周锡伟12出席立委参选人新北市议员陈明义新增服务处时阵强调，自头到尾拢无所求，无甲韩国瑜讨论过副手这件代志。不管副手人选是什么人，只要人选出来，就会全力来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庆连假，台北市长郭文铁伫咧北部走辅选的行程，替民众党立委候选人来邮票。不过郭文铁推出的立委候选人选区有不少拢和民进党相塔。民进党主席戴荣泰就批评郭文铁立委的提名是挑工要报复。国庆连假，台北市长也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辅选列车伫北台湾移走。12早时来到宜兰，下晡伊阁到台北市立委第7选区上信区被推派的蔡宜芳来邮票。面对三脚岛，国民党、民进党基层实力坚强。郭文铁讲，希望让少年人机会做代志。不过，烦恼大选投票率低，政党票冲袂出。因为现在有看，如果草包菜包，大家出去投票意愿都不高啊，所以到时候会去投的都是那种胜利深蓝的。相对来讲，就是说会投政党票的会特别去投民众党，恐怕这个到时候百分比会下降很多。我是怕这个。面对这期为了将政党票批评弹桥提悬网络声量，郭文铁无安尼认为，更加对民进党主席杜英台讲报复性提名真不可取的讲法，甲算回去。
虽然我是外科的哦，不好意思给他那种精神科的诊断，那被害妄想，对不对？如果有对我们有不公平的待遇或是不正当的指责，我们都必须要强而有力的辩护，但是我们不随意恶意去攻击任何其他的候选人或其他的政党。民众党目标进军国会，若是声势看好，可能冲击民进党政党票。传出民进党采取7分拍韩国瑜，3分拍郭文铁。郭文铁讲应该是颠倒兵。郭文铁领军的民众党抢攻立威胁处，除了由中间选民的票，也要挖国民党、民进党的票，要伫国民党甲民进党中间来找生存空间。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警方昨召开记者会，证实伫咧前几日香港附近海域渡水死亡的查某浮尸，就是前几日失踪正到受水的15岁少女。不过因为伊的死因真可疑，互外界怀疑讲，敢是因为少女在生的时定参加反送中的运动，才互人害死，所以惊伊是自杀。昨嘛有真侪人伫咧香港的上水汇集，要求港府爱说明真相。11暗时，伫香港上水有数千人提蜡烛甲火，甚至有人举林湾大势标语，哀伤悼念丁国贵1日之失踪陆海少女有幸见证陈彦霖，被指捌参加反送中示威的15岁少女，伊尸体是前伫将军澳附近海边被找到，暗过死因疑点重重，被外界质疑他杀甲警方涉案的可能性。遗体煞被火化，香港警方表示少女死因无可疑，冇一啲可疑嘅傷勢傷痕。亦都冇被性侵嘅跡象。佢學校嘅一啲閉路電視裏邊睇到9月19號嘅晚上，我哋見到佢將自己一啲財物就掉低咗喺校園裏邊，跟住就赤腳向住海濱公園方面就行咗過去。咁所以我哋認為情況同背景係冇任何可疑嘅。到9月7日，香港已經發生108件自殺案件。網友收集資料後發現，香港自8月以來失蹤甲自殺事件增加，讓人懷疑背後原因無單純。因為真濟反送中示威者攏是學生，最近有較濟學生被抓。香港教育局長楊潤雄佫提醒學生唔通違法。表唔表態咧係一個個人嘅選擇嘅，唔應該逼任何人，包括佢校長咧去做一啲政治嘅表態。大家可以做一啲理性嘅討論或者理性嘅分析。經過了解，香港當局公布6月以來執法情形，有2379人被抓，其中有750人在18歲以下。對楊潤雄關心香港學生領袖控訴，警方會盡量抓，故意抓少年人施加白色恐怖，安尼行為讓人心真痛。記者綜合報道。為着抗議實施緊和平法，香港嘅網友是伫下晡發起反對緊急法嘅遊行，示威民眾沿路經過警署時，佮話講解散警隊5大訴求，一個都被檢查。不過，香港反送中抗爭即陣佇咧爭取國際支持，美國總統 Trump 是講，因為即擺示威已經緩和，香港嘅問題會家己解決。數百人伫個尖沙咀鐘樓廣場跨國有權掛翠暗，河邊無罪立法部立頂口號，抗議10月7號實施嘅緊和平法。香港網友10日發起反對緊急法遊行，要為尖沙咀行到深水埗運動場。其中經過尖沙咀警署時，群眾大喊解散警隊，警方舉起藍旗，警告是非法集會，佮舉燈槍愛示威者唔通留佇遮。遊行中途有示威者破壞早頓站監視器，並且用鋼推啊拍破港鐵站的玻璃，要留大人到灣仔警察總部靜止。香港示威情勢未平靜，不過美國總統川普11日北京宣布，美中成功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同時，表示香港示威已經緩和真濟，問題會家己解決。Really has toned down a lot from the initial days of a number of months ago when I saw a lot of people, and I see far fewer now. And we were discussing it,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take care of itself. I actually think this deal is a great deal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see what happene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positive thing for Hong Kong.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1暗時伫面冊表示，過去施政報告愛做好保密，不過今年考慮到情況特殊，局長佇依法文進前應先公布會面的新措施。一度傳出伊無要新選圖，佢希望下禮拜3應順利進入立法會發表施政報告，互當日立法會維安是真緊張。記者綜合報道。
接下来要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2019年全国8大绿色旅游的目的地，亚洲总共有14个旅游景点入选。咱台湾的东北角宜兰海岸景区连续是第7年得奖。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嘛，因为款务自行车道和电动船得到评审的肯定，头摆得奖。位在福隆火车站附近的旧草岭磅空，规划正做脚踏车道的设计，吸引真侪民众规家来骑脚踏车。对于磅空延伸到海岸线，20公里的宽纵脚踏车道，观光动线连接到附近的渔村，连接在地社区文化。规划很好啊，它蛮安全的，不会说危险这样子。对，然后长度也刚好，不会太长，然后也不会太短，然后小朋友都会玩得很开心。还不错啦，就是还蛮休闲的，而且里面还蛮凉的。环保阁带动观光，将做东北角嘉义兰海岸景区重要景点，连续第4年入选全球8大绿色旅游目的地。而位伫中台湾的日月潭风景区，今年也头一摆入选。评审认为，日月潭的宽湖脚踏车道、电动车、也空中缆车，加油湖太阳能电动船的网络设计，降低旅游过程中对环境的冲击。我们光节会来打造5大的就世界级的自行车道，然后这次获奖的话，就是获得世界上的肯定，所以在国际行销上会有很好的加分。观光局讲，2021年将是台湾脚踏车旅游年，即阵正伫整合强化全台脚踏车道。即摆2大景区入选全球8大绿色旅游目的地肯定，将是未来国际行销的一大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四面拢是海，不过海洋的教育则长咧起步。有一个西班牙的帆船运动选手，嘉义台东的好山、好水、好环境，伫咧台东办帆船的学校，引进西班牙的小型帆船，推广帆船的运动。这名西班牙籍的帆船教练，中文名叫做小辉，伫台东市换水湖开办教学生囡仔帆船。国庆日连续假期，有家长特别为花莲带囡仔来台东学开船。这个活动很少见，对，而且小朋友来这边玩，就是对他们来说，总比在家里面一直看平板手机的好。有这个小朋友，他们6、7岁，所以已经蛮厉害。小辉教练讲，伫西班牙帆船运动真流行，不过伫台湾真少看到，非常可惜。4年前伊旅行经过台东，发现台东有海洋的环境，有封闭式换水湖，真适合推广帆船运动。今年4月开办帆船学校，为西班牙引进小型帆船教学。我比较喜欢都是教学的方面，所以去年就是我去西班牙进口这种的船。我们还是一个岛国嘛，但是就应该是一个水域活动很蓬勃的地方。经过小辉教练3天的训练，这囡仔操作帆船的技术就真赞。随着风速快慢，稳稳操作帆船向前转发，解决航行的问题。小辉教练也希望这囡仔大汉了后，能到海上操作大帆船。记者综合报道。七节伫咧桃园发生送饭到厝的送餐员不幸互货车弄死的意外，引起大家对送餐员职业安全的关注。劳动部是讲，即马正咧讨论指导的原则。要确定送餐员和平台业者的关系，到底是冒工，也是互因请。10号暗时，伫桃园发生食物外送员伫送食的物件中途，互货车弄到的死亡车祸。外送员交通意外事故常常发生，引起大家对治安问题的注意。半年前，伫咧送食的物件途中发生车祸，到即阵，医院在福建的外送员讲，因为平台业者讲是承揽关系，无法度向有路健保，发生车祸只好家己认衰。工会保障是势在必行的事，当然是觉得有是更好。外送的都通常都是蛮年轻的朋友，因为如果说人命一直的流失，既然平台不为我们设想，那起码我们应该要为我们设想吧。马先是讲，食物外送员为了冲关外送的一撮数量达到奖金的标准，爱抢紧来接单，工作风险真悬，希望用个尽紧成立工会保障权益。由平台甲外送员中间是承揽，也是头家辛劳的关系，到即阵已经有疑虑。劳动部才伫建议相关的指导原则，互地方的劳政机关执法时能有参考依据。
如果他是受雇主指挥监督的话，他的订的契约即使是承揽，仍然会被认定为雇佣或劳动契约。将来定一个参考指引，去判断说什么样情况之下它是承揽，什么情况之下它是一个劳动契约。有些国家是强制要求说，皮带业者最起码要帮这群外送员再加一个意外险，当他遭遇到职灾的风险或者是不可预防的这样的风险的时候，能够有生活上的最基本的保障。劳工团体认为，应该约束平台业者替外送员强制保险。而劳动部是讲，平台业者甲是不外送员中间的关系，即阵爱看个案来认定。毋是业者讲是承揽就准算，若是外送员发生这个灾害后小被认定，甲平台是头家承诺的关系，业者依然必须负起劳基法甲这个灾害的补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地方的放送头，嘉义县番路乡是菜气的故乡，产量占全国的7成。不过今年因为课花欠收，地区选期就要撑到10月。县府就配合乡公所举办起仔节的活动，希望会使替农民倒卖，增加收入。实然的下鸡仔，番路的鸡仔已经到收成的时间，但是因为前半冬雨水无够，影响到鸡仔的生长，所以今年的收成较歹，嘛好原本9月就要收成的鸡仔，到10月才有。是不是只剩下2成？可是我们也没有说市值也没有涨很多啊，因为涨太高的话，一般来讲消费者也不会接受啊。价格比往年好一点点啦，没有多到一半啦。大概多多少？多的靠5块吧。哎。番路乡是菜鸡同大的产地，种植的面积差不多有350公顷。台湾有7成以上的产量拢伫咧遮，但是淡水期的状况，和收成只剩2-3成。为了协助农民，县府嘛发出15万以上的天灾救助金，而且配合番路，搁来举办鸡仔节的推广活动。遇到这个暖冬的状况哈，所以之前可能有受到一些影响。那不过今天跟明天是在我们番路办理这个世界有鹅乐就是世界有鹅乐这个鸡仔节。农民表示，鸡仔损失的部分，县府的补助差不多1分地有6000块，会用讲有替因减少损失，而且县府配合着乡公所连续2礼拜假日都有举办鸡仔节的活动，希望配合活动会用增加这鸡仔的卖气。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中部地区24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2度到30度，离岛地区23度到31度。新闻最后，带恁同齐来印度看十胜节的人啊！感谢恁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